客家研究嘅本讲，研究客家历史，亲接上到嘅问题，差唔多就系年、花、神、俗、古谣，也就系讲客家研究主要系清楚客家文化地度嘅独特性、特殊嘅族群精神、特殊嘅族群心理、特殊嘅族群语言、特殊嘅族群信仰、特殊嘅族群风俗，用一道独特性嘅元素，年、花、神、俗、古谣，去看客家嘅历史，去面对真正嘅客家历史，大家将会有目标、有信心、有方向去创造客家嘅未来。面对按复杂嘅客家历史，系讲无看清方向目标，讲研做讲研嘅研究，大家目足十定南山脉，最背面唔系无彩工，就系中落边讲下。佢按嚟讲，客家研究嘅边讲系乜嘅喏？我以为客家研究嘅边讲就系客家文化嘅独特性。从客家文化嘅特殊元素研究入手，就系看清方向目标嘅研究者。其他看清方向研究客家现代，看起来同别族群冇乜嘅差别嘅研究，佢就系中边讲嘅研究者。我有啲讲嘅文化系同文明对立嘅，文明系追求物质性、普遍性、实用性嘅现实生活条件，文化呢系追求精神性、独特性、理想性嘅研究精神生活条件。故说研究客家文化系精神层面永恒性嘅价值，要从客家文化嘅独特性嚟做核心。千神万性能去做分析比较研究，将看得清楚客家文化算来是哪种特色嘅文化，将了解客家历史算来是中年下来嘅，也是广东本体转化出来嘅。教育是帮人数人嘅工作，是爱花钱培养人才，教育唔爱赚钱嘅事业。认为做得用赚钱也了钱来做判好嘅标准，赚钱也了钱，佢系做生意商业立场嘅定基。教育唔系做生意，做唔得，按现实，请从事理顺听听。按改在过为20年，中央大学生理学家学院以来，一次提到研究保存客家文化嘅普遍度，同本港呢保持发发嘅距离强重下去，大家呢较较咧点点的去做了解嘅客家文化研究同教育。